头版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长，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本就向文中表示，佢哋当小就将1万元的水团养出所动力。也去做事，大部分捐口2个到22K，相对係乃出问题呢。我是钟雅琴，从我有记忆以来，天还没亮，爸妈就已经在巡视果园了。因为爸爸坚持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一定要健康，所以家里的火龙果都是草根栽培、自然农法。栽种过程很辛苦，常常让爸爸妈妈身上都是工作的伤疤，让我为他们的辛劳感到心疼。在我大学毕业后，决定陪伴在父母身边工作。所以想以火龙果为主要材料，发挥火龙果养颜美容的特性，将传统农业结合生物科技的技术，研发出天然、安全、健康的火龙果保养品。目前产品的知名度并不高，我期望在3个月内可以推出新的产品，提升产品的包装，并且在通路上架。我觉得创业就像在玩高空弹跳，会面临许多高高低低的挑战。中方伊犁係台灣火龍果生態嘅產地，總嘅面積也係年產量都係全國大第一嘅。也很多年，其實天有名嘅產地是喺一級檔嘅，一年都做得數得到幾百萬元嘅哦。認真賺得到錢，果農就搶定中，認中認多，厲害產量特多，就得到無價咧。火龍果對青貨價10公斤240塊，2015搶春末30元，強強就係數毛本錢咧。果農嘅壓力咩印來印太咧，記得喺蒙田落實咧，有樣是喺小片嘅啲嘅店，就將本錢落番薯糖。真無假，後日風台就入來，走袂去啊啦。安尼若風台天無假，佮火龍果去互拍歹去吼，後日去市場無人愛，佮迄時陣呢，風台來落雨，食傷濟水分吼，火龍果袂囥咧，品質就歹。所以講咧，就是愛即馬趁風台天以前來加起來，減輕損失啦。無種甲遮艱苦，若去風台睇去吼，無采辛苦，還佫等60工呢。這一粒果仔緊會加咧，安尼甲開花加會加咧，愛有60工才會加咧。冇唔錯，當然不記阿派嘅風采就係果農先行嘅。認真到天公愛本唔識也唔本唔識，有陣時比落太家還較慘。本身係果農嘅妹，對迦南有利太好化妝品呢邊有嘅總牙強，唔攀地也愛按當年羅辛百苦，有時候邊一過後決定轉到屋下，同也愛天數。這落去了，這無按啦，一定要給它固定。很好。我在念書，我回來幫忙，看到他們都越來越消瘦，早出晚歸啦。有當時啊，阮阿伯爬起來攏先去鏟的，我感覺因攏困無飽。然後火龍果攏是帶刺啊，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他那個手啊，真的是割了一孫一孫啊，啊無就是迄個一坑一坑啊，那個洗澡啊都會刺痛。因為我嘛常常用刮的，所以我們可以體會那種辛苦。但是他們從來不會跟我們說，他們就是默默在那邊把持，然後我們就知道哦，都可以擦掉啊，就會覺得很不捨。這火龍果你來看這衫，這攏擦甲叫唔敢，這鏡頭啊，這刺攏擦掉，這刺擦掉吼。咱的學徒的樹頂啊，你恁啊攏會破風咧，所以我種火龍果非常辛苦。其實除咗當然我本來的速度，還較辛苦嘅就係壓強夾把和堅持有山土地嘅自然農法嘅當中。如果夾把按到些咧，當然還有個唔同嘅錯，食材真辛苦。這5期清早都要來做的，這真正是要一粒一粒無毒的會果啊，唔要用除草劑的，無簡單。掛甲咧骹吊棍安尼，安尼指診掛指診啦，嘿，嘛唔知影去檢查攏無病，當時啊就是龜了掛草的關係，
啊骨就爬起来，这骹拢铁腿，啊嘛无法度，只能坚持落啊，嘛是爱做草根栽培。啊那火龙果若讲要好食，就爱用菜安尼。所以你会食我的果仔内底，伊就是有一个拿草芳、真芳，啊伊的营养是天然甲降脂的，这大自然回归，这款做法。伫现场嘅材料有将嘅火龙果，就看得出来亚强嘅爸专业又用心。不过伫一份家畜事业地位，每个亚强嘅用心，喺发挥啲卖产品嘅件事情，有按每中每位按条地卖，按用赚赚得到钱。这个唔知有几箱吼？咱那边是12箱，按12箱哦。还是 Super Bike 啊？那徐律师那边10箱，62箱。哦，两敢出得了？贩售的部分都是在网络内，像平台，我们有一个 Super Bike 的平台会帮我们卖，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粉丝团，就我们5个兄弟姐妹的粉丝团，还有一些固定的单位会跟我们订，就是有吃过的固定的单位。我们通常在要采收的时候，前1个礼拜会跟大家说，我们下礼拜要采收了哦。那采收的时候，我们采收完回来就会拍照给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等级，对，然后人家看到就是哇，没有想司马 Q 的霞姐许被加。这个是我们果园的现况，我们把那个过程，把它用照片的方式呈现，让消费者看得到，会让人家对我们的种植方式多了解一点。然后我们会介绍火龙果的一些花，然后我们会教人家，我们大概做了哪些步骤才会有一颗新鲜的蔬果。然后在爸爸的认知，火龙果是不需要农药的，就是爱种出家己家食的水果，才敢卖给人。所以爸爸种的水果一定是足健康、足好食、足天然的。大鹏天数买火龙果，亚强要慢慢了解咧养鹿行销嘅概念。不过要发现，无论买到几好，一般客家嘅理顺和迄本总盘存照，故所佢面到咧一个新嘅想法，喺工作咧老其学到嘅拿来运用。老火龙果创造新的价值，可能做得到天数老野外按用辛苦打拼的农民哦。你看这个啊，就是我刚刚捡的那个火龙果，然后我就看到它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它的议题那么多，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结合我的所学啊，因为我是念化妆品的，然后我又很爱漂亮，然后我去查一下，它刚好跟芦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就希望它可以做一个保湿的液，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把它变成保养品，可以增加一点点收入，然后也可以帮忙爸爸妈妈，我又可以不用做的那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透过火龙果保养品这个把20带出去，让人家看到20想到火龙果，让人家看到火龙果也想到保养品，这也是我回来想要对20付出的一点点心意。嗨，怡轩，好久不见。嗨，主任。雅轩，好久不见啊！最近好棒。这次来这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挖宝。挖宝了，再挖宝了。对，这个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了。育成中心算是我第2个家，或者是让我很有压力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今天回到这边很开心，因为看到了。就是主任、执行长、怡轩、经理都在，因为其实我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我很多。因为我是学生，什么都不会，然后他们就会很有耐心来跟我们解说。这样是亚强天嗲嗲的老开发火龙果化妆品嘅想法，带去咧学校育成中心。不过根本唔是免过产品开发而按太条嘅资金，故所伫育成中心嘅线上建议期。先参加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办嘅太转毕业生创业服务计划，喺工作的过关，就做得老其争取到创业爱嘅体育通金。雅琴当初第一个看到他这个学生其实比较个性比较内向那口条不是挺好的，数字观念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毕竟化妆品系。这个财务方面的课程不多嘛，所以更不要说营运计划书要叫他去写。我想大四毕业大概很难
尤其是在那个经费、会计、财务报表上的那个设计，当初他都没学过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其实受了很大的挫折。那我觉得雅琴还不错，退了之后他还愿意去改，啊，我觉得这个至少已经符合一个创业家基本的一项精神，就是不怕挫折。当时他在我们育成中心，我印象中啊，有好几次的会议，常常都开业啊，开会开到12点，晚上12点，啊，一直磨了这样，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啊，他成熟的非常多，他已经也很勇于啊表现自己。没有想到啦，他就拿到了第2阶段的计划，等于创下我们家要这个前无古人，后希望有来者，以他呢作为典范，所以他拿到第一笔50万，他就去创业了。那当然在育成的辅导下，也让他这个开业成功啊，进驻育成，继续接受我们一些后面的业师的辅导。之后用学校的有生资源，雅强开始一条创业的路，行到比一般人顺遂。尤其喺學校還有千好嘅技術做得天數，本佢哋開發火龍果化妝保養品嘅過程當中，加強了完成夢想嘅可能。这是我们的教室，有问题就是赶快问老师，都在这边讨论。对。其实化妆品有效性评估是我们系上的必修课程，所以每个同学呢自己做完的产品都可以进来这一间，然后直接进行皮肤的效能验证。所以针对像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提升那个皮肤的明亮度啊、弹性度啊，或者是能不能达到淡斑啊、抗皱的效果，都可以借由这一些科学性的实验设备，然后来获得验证的。那火龙果本身的颜色粉红色，它就很美了。果肉除了吃之外，那它的外皮其实里面含量花青素也很高。那如果我们吃它的果肉，也可以很明显就感觉出它有黏黏稠稠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多糖含量也丰富。那另外验证起来，发现它的抗氧化效果、美白功效也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在选择火龙果上面这个水果，然后再转变成商品，对于皮肤上面是有蛮多的注意。由欣赏嘅天數，雅強完成了所有提煉、分析，還有成分調配嘅過程，並開發出有抗氧化、還有保濕特性嘅精華液、老面膜。不過一團看起來像單純嘅研發過程，實足足用了1年lang嘅時間。試想看看哦，一個產品啊，就是從沒有到有，這中間的過程一定是辛苦的，因為從原料的收取、萃取，然後再如何驗證它的這個效能。那另外做成商品化的過程也很繁瑣，瓶器的選擇啊，包材的選擇啊，然後最後如何整個相融之後是最佳的產品，然後呈現給消費者，所以它能夠最後獲得這樣子的商品，我剛剛講的每一步就是辛苦這樣子走過來的，要不然不會最終有看到這樣子一個可以完整呈現的好的東西。火龍果總算喺迦南玉里大學嘅學校地位，一下就變咗輕時尚嘅美妝商品。雅強未有了一種低市場度、輕特別嘅新產品，不過產品好，東西特別，咁就代表事業做得順順利利，錢就做得太白，創業來嘅係。好，来，请现场所有来宾跟我一起拍手好吗？基本已係中華20攀文化歸嘅日咧，為係雅強開發嘅火龍果化妝品第一擺公開嘅重要日咧。面對人生第一擺希望被擺攤，雅強還特別做了宣傳嘅看板，希望做得相當人來買，希望自家開發嘅新產品做得賣得出有收入。其實我今天會來20公所這邊擺攤，因為我覺得創業剛開始沒有什麼可以挑，有機會就要去。然後我也想要讓20在地的人看到火龍果可以變成保養品，因為如果我們今天不來，他永遠不知道火龍果有保養品這個東西。那可能他今天只是來閒晃逛逛，有看到火龍果保養品，可能下次人家講20有保養品，用火龍果下去做，你敢知？人家會說哦，我知我看過，起碼這也是一個小小的曝光。我最喜歡遇到阿姨了，因為我剛剛生命都很像蓋過。我最不喜歡遇到那個上班族，因為感覺他們很趕時間，他們就是東西拿了就想走。然後阿姨的人很好嘛，阿姨的
都会问东问西，然后我拢甲阿姨开讲足久的，阿姨就会讲，啊无我甲你买一个，无要甲你买，我也歹势。第一摆老人客面对面嘅互动，阿强真格就得了解无穷嘅年龄层人客嘅特性，每本期伫小嘅商品家下，晓得有无穷嘅讲法去自然应对。不过，伊要发现到，你莫被摆摊，其实有动态嘅问题。我觉得在户外都不是很好，然后又声音很多，其实讲什么听无啥有，因为户外出差，而且又很热，就是自己会觉得就是很燥热了，何况是说消费者。下次像这种户外，我应该要自己准备那个大电风扇。上面挂个那个熏香的，有没有？一出去，人家就会被这个味道或这个风吸引回来。我觉得下次试试看。叫我买，今日买就电风妈啦，安尼。我跟你讲啦，你食一盖你就知好食啦。一斤50，讲70块啦，是我看我再讲62，你才10块面就好。哦，我本来一斤都是拢卖8，5、6、360了，大姐，你是这样？虽然贵州说牙强嘅摊位总系人来无停，不过俺也就要发现咧，阮货量高，比上去了解化妆品嘅人都较多，俺也就要上去伫也货量高化妆品第一摆公开，算来卖到样嘅咯。状况敢若无做好诶，唔敢讲咧，敢强笑呢，今日敢袂接受。他身上有什么图案？唔敢讲，拄开始敢若都会跟自己说，好像是自己不会卖吗？还是自己的信心都会受一点打击？但是我回去就好了。我很怕等一下我回去，家人问我说啊，今日卖了好无？啊，今日卖偌济，赚多少济？我的实在是讲，不知道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没错，是住着一只大。其实卖的不好，其实我觉得可能行销没有做得很好啦，因为很多事情是产品不会说话，我们要靠自己说话。所以我刚刚伫外口做生意，真正爱18般武艺拿出来。系啊。无限贵主编亲密抢买提足，相信牙强嘅心情天促动艰苦，好得转到屋卡嘅人永远都系其青苔嘅变白山，要系其做得침转此生嘅念头。有啦，我看伊伫即个创业的过程，尤其要写一寡英文的叫话，伊拢经过咧安尼无眠无日来去写迄思维去收集一寡资料，有时啊做到3更暝半呢，所以讲足辛苦的，这是感觉较毋甘的所在安尼。囡仔人一路顺畅的，拢无啥物特殊啊。胃头互伊豆豆爬，拄着瓶颈，伊家己爱去突破啊，所以安尼伊才有法度成长。刚出社会尔，要迄个人生历练还无够，嘛是爱需要搁学啊。所以讲，阮拢尽量互伊鼓励讲，多与外面接触，安尼吼，伊的成长空间较悬，嘛较有机会去拄着好的人甲伊牵一下。这些黄鱼哦，这些黄色的。其实我要出去了，我爸妈都会搞 Q 这 Q 黑啊，这爱炸还爱炸，就是他们都很叮咛。然后我知道其实运动很干嘛，所以我都会觉得没有赚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难免会有时候会觉得，那我这样做下去可以为了饱自己的肚子吗？所以我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说，创业吼就是高空弹跳，然后不好也要想想，如果没有坚持，然后遇到好的时候。无检查有坚持，才看得到希望。事业非常有机会向前行。故说牙强结天嘞，爱养人就会爱去艰苦，继续去吃，继续去做，每到一家开发嘅新产品，争取还那多嘅机会。我爸还跟我说要摆得漂亮一点，他说地头要放下面，然后镜面要放上面。我昨天拍完回去给他，他还回来跟我交代说搬丢啦，你给我点摆。
像这个我们现在参加的是素食健康展，就生技展、健康展这种我们比较适合。你好，参考一下火龙果吗？然后我们家自家种，问到北京火龙果，跟阿讲好吃，可以拿平片之后用栽培。那消费者来的时候，他可能站在火龙果的位置，那我就跟他说啊，这问到给你种的哦，你要吃看买不？让他知道，其实我们的火龙果是我们自己种的，那我们保养品也是借由我们的火龙果，所以我们的火龙果跟我们的保养品可以相辅相成。这是精华液，要不要试用看看？可以体验一下，它吸收比较快速，然后不黏腻。30 ml， 那大概可以用1个半月。有喜欢的话，现在1680就会有1300，然后买2送2630块。对。工厂参展都是4天，我们一定会做足了活动，比如说我们做最大的优惠、限时限量来冲这个业绩。其实参展我会觉得我很辛苦，把产品带来这边，不管卖什么价钱，只要不要亏本，我都会希望我会把它卖掉。有些客人就是因为他没有用过我们产品，所以他对我们的产品会有疑虑，所以我会希望你既然喜欢，但是你不敢买，是因为价格的关系，没关系，那我就让你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先去买第一次。如果我相信我的产品会说话，我也相信自己的产品，你用了会合适，会回来再跟我买。对，我想要做的是长期的，我就当作在做一些试调，我就会跟自己这样说。也被参展也抢上个老铁100分享，要抵达爱搭配促销方案，也被火龙果化妆品嘅业绩有样又较小条咧。不过口体现场嘅摆布、留交通、血压嘅成本，将佢赚到钱还係真难。故作技术，喺讲做地家条嘅火龙果相关产品，我想得到较多消费者无。有嘅一个想法，4日嘅展期结束过后，佢隔天硬是去请基隆市乡下创业嘅好朋友陈冠廷。嗨，好久不见。对啊，你怎么塞车？哦，塞好久，你们这边黄金地段超难停车。辛苦了。啊，你有没有带你的那个？当然是有啊，特地来找你哎。来，这还用瞧一下。对，分享一下。冠廷係做手工果種嘅業者，並係長期作為亞強國下火龍果嘅營客，2-3年齡差唔多。故所唔單槍有好交情，並係創業一條路相互扶持嘅好伴襯。原本嘅亞強就想一請冠廷來合作，用假嘅火龍果果種搭配自家嘅化妝品，冇聽錯，按用嘅禮盒組還較好賣了。我們來討論一下，盒子這麼漂亮，要怎麼把它組成火龍？搭一起。對，做一個禮盒。大概就是我就是有5支產品，那看怎麼擺，然後我們再來想這個價位怎麼定。因為這個盒子本來是全部放果醬，那我們把它換成全部拿。對，沒有把它換成可以加，這樣時尚感。哇，醬好，你再多喝。哇，那要搭2瓶果醬。好，塞看。然後你還有面膜，對不對？對啊。面膜搭這個。會不會有人笑我們說我們這樣做是很奇怪嗎？對，應該還好吧。現在人都喜歡就是奇奇怪怪、創新不一樣的感覺啊。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像國外禮盒的感覺，因為國外很多禮盒它都是沒有一個規則。應該要想辦法。把它多元應用，因為不同東西做搭配，變成說你有你的客群，我有我的客群，然後我今天讓我們的客群有重疊的時候，它可以選擇的東西又更多，然後我覺得課程年齡層應該差不多，那就這樣哦。好啊。那你今天帶火龍果過來嗎？這樣做？有啊，當然啦，伴手禮嘛。對。那我們今天做火龍果果醬。好啊，哎，賣得好不好啊？很好賣，真的哦，好，真的季節商品。這很酷哎。它現在就是我們就是用銅鍋去煮火龍果的果醬，然後它會一直滾，所以在煮的時候要很小心，它有時候會像岩漿那樣亂噴。哦。對。然後像現在有那個泡泡，那我們就要把它撈掉，它叫澀汁，苦澀的澀，就是說這個東西在煮的過程中它會冒出來，然後我們會一直把它撈到一個程度之後，它就會沒有了，它就不會再跑出來了。要不要攪看看？好哦。今天初體驗，對，公主自己下廚，真的。對，我來賣一批果醬試試看，好不好？公主掌廚，哎，這是皇家御廚的概念。對，然後與那個王子嘛，果醬王子結合，希望你們會愛上它。會啦，這個客人反應很好，真的哦。而且很多客人他都說第一次看到
可以用火龙果做成果酱。这很酷哎。因为你们的火龙果是用无毒的方式是栽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有加果皮进去。真的假的？对，因为我们发现加了果皮，它的颜色比较好看。真的哦。然后它的香味会出来，因为其实火龙果皮很香。那火龙果本身果胶很丰富，而且皮的部分又更多，所以它今天加了火龙果皮进去之后，会就是让果酱吃起来更滑顺。这次搭配雅琴他们那个火龙果的保养品的话，我是觉得它有蛮大的火花，而且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吃的东西跟保养品放在一起会怪怪的，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主轴，都是它是水果，或者它都是火龙果做出来的。那又创造一个不同的火花，然后说不定大卖，有没有？就变成我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啊，台湾中部地区，然后用水果为主题的一个礼品，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祝福，是送给亲朋好友的，然后让他吃得健康，用得安心，用得健康，然后身心都美丽，从里面美丽到外面，对。其实大摆牙强的情感庭，除体讲生理，就会想要大嘴鼓讲下创业嘅欢喜小人，因为2、3年都会後生人創業，面對現實創業嘅考驗，總係發條拉開嚟就講唔實。覺得創業這檔事走了這麼久，你覺得有什麼心得？心得哦，就是沒事不要亂創業，真的、哦。但是我們還是。那就做了啊，就做了。对，要逃，他们嘎嘎在卖税。没有，我就是有一个想法，那时候就是想说，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你考上的那个瞬间，你就可以算出你这一辈子的薪水。对。瞬间哦，你就知道，你觉得你好像没什么目标，你就是在那边上班，然后领薪水。但是创业虽然前面会比较辛苦，但是它可能会带给你更多不同可能。就是其实还是它有很多的收获。当然，如果你只看钱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没那么快。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没那么快的地方快点补进来。对啊，怎么觉得一直在花钱啊？就是钱花也要开始赚进来，有没有？那我们应该要计划，就是节日都来办活动，我们就是不定时都来办活动。对，因为现在人喜欢体验行销，那就是用节日用互动式的活动，让他对品牌的东西，对我们的品牌有点认识跟了解，然后加深他的印象，他就变成忠实的顾客，就跑不掉。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弄起来。因为现在是打群架时代啦，对啊，就是把大家力量结合在一起，像你这次推的合作的礼盒，然后是超期待的。办的那个手做的活动，对，像他们也会去那种监狱啊，叫人家煮果酱，就是去哪里做公益，我觉得这样也超棒的哎，对，就是能够做的事情好像比以前多了，对，会比一般做工作人会生活精彩一点，但是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有压力，对，好像每次在高空弹跳，其实一般人很有在看。安用嘅交流就是牙强知道真轻松嘅时间，认真相互都有同样嘅感受，理解到创业过程底背所有老感觉有关嘅问题。喺安用嘅交流当中，和朝朝做地面出因有新嘅想法，也係新嘅消息。根本觀聽就少嘅記憶參加一場交流發通，也可能對牙強安用嘅老美麗嘅火龍果化妝品結合起來，會有潛在嘅幫助哦。其實這個文化部這個計劃就是透過在地的特色，然後做一些創新跟改變。我想要再確認我的方向跟這個計劃是不是一樣的，因為我覺得我的產品沒有辦法讓人家對20產生一個印象，就是我的產品跟20是不會有連結的。但是我希望我生根在20，讓人家知道，其實這個保養品它是有生根在某一個地方。真的有這些果農在做這些事情，我被感動到了。最後那個小草，我真的是，就是有這種人。你要分不那種。那有些人他現在是反過來想說，我的量不要那麼大，但是我想辦法讓經濟價格提升。經濟價對，那所以他反向思考，品牌行銷、顧客行銷、友善農法、自然農法等等。
达到价格，所以它整体的营业额还是达到目标。像以前，那很多年轻人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乐于返乡，透过社会企业的创业方式跟在地做连结。但这一块我们倒觉得年轻人应该多再回头去看看台湾过去的文化、历史跟生活，要不然有时候会变成是对社区的人而言，只是一个很快速的消费过程，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在地深耕的一个成果。那现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建立所谓的品牌形象。也就是说，自己在创业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一定要详加去记录，每天可能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台湾现在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如果突然间一夕而红的产品，那其实它也会一夕就停掉了。我们看看过去2年、3年来的多少的产品一夕而红，但是大概现在我们就要回头去看，喊得出名字的不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根基，就是产品本身的特质。不管在种植技术上，或者是在种植的品质上，一定要非常好。那第一个部分，我倒建议不要急着马上爆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想法去做慢慢的行销。那这个行销过程当中，包括因为自己的产能也不一定达到那么多，万一爆红的情况下，人家来的一个订单很多，反而会可能把品质压低了。那这个都可能要去衡量到。太好嘞，所以只要下载105的年度，就是好。如果就是找不到的话，你再没有给我们再寄答案给你。好 ，OK。所以是12份是吗？对，10份是。根本主题得到公司宝贵的建议，对亚强来讲，庆贺的消息就会谈到咧，庆国奖金有100万嘅庆税计划。不过写企划案是喺亚强真唔晓得咧，有上到咧机费老奖金，嗰项用嘅没有变困啊。我今天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要写企划，所以我会来找其他的资源，比如说我的行销比较弱，那因为创业必须要行销，那没有人十项全能，而且我是念化妆品系，所以我对一些管理的比较弱，所以我就是自己靠后天来补足。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很重要，就是要不断的精进，就是书中给我一些概念，那我再去应用在实际上，我觉得不一样的收获。我觉得学不完当老板没有学得完的那一刻，因为就算你已经会了，但是时代变迁，所以你一定要逼自己要再学。创业除了要烧钱，还要不断的精进。那我觉得就是当做投资自己。像我以前读书，我不可能去为了上课而花更多的钱。你像我们去上一门工研院的课程，一个课程是1.8万到4万多块都有。他们是看内容的规划，所以就觉得哇，如果是一般的人，我根本不想要花这种钱。但是我现在是必须，因为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专业，这样子。对众多嘅创业者来讲，第一个集团真系人生度第一摆正经为自家认真去学嘅时节。不过为了增加企划案嘅竞争力，亚强要想要加调嘅新嘅产品，故所佢请到专业推广厂，希望都得加强新产品嘅开发。那这个是我今天做的一个新鲜的火龙果打成汁，然后做一个基底的精华液，你们可以试试看它的质地。果皮打出来的吗？这个是用火龙果果实哦。果实哦。果实，这个是大概是5%的萃取液。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颜色很漂亮，它颜色很深，但是抹在手上竟然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蛮神奇的。对，蛮神奇的。而且一般吃的会停留，但是这个部分不太会停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噱头，又可以引起消费者的第一观感很特别。然后它没有加一些色素的部分，对，它就是天然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做安定性测验，看它会不会放1个月、2个月，颜色会慢慢退，因为毕竟它是自然的色素，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样品来测试一下最近开发的新的。我是有打了几款，譬如说像保湿、美白、紧致跟抗老的部分。触感的话，像保湿的话，它会比较滋润，所以它会比较所谓的有滑感，跟增加一些皮肤的肤触的部分，对，可以试试看。火龙果其实遇到的瓶颈就是配方上
要跟它的火龙果可以结合在一起，其实要经过很多数据上的实际检验，因为它的萃取液其实算是比较特殊，可能它里面含的比较多的有效成分，导致我们化妆品可能加不进去，可能会变水，还是说可能会放久了，经过虐待性测试可能会变质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经过配方上一直跟雅琴去合作，去了解说怎么去使用。其实他们这种火龙果其实在市面上很少，而且他们有请学者去做一些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挑战克服的点，来帮助大家一起创业这样子。然后其实像我们检验的部分也是要1个月、2个月的时间去检验。其实我们就是长期去打样，然后给他们去看说，这质地 O 不 OK？ 然后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是结合虐待性测试，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稳定的。如果说可能过半年之后这是稳定的，我们就会进行评估是否去上市的动作，这样子。看起来，呢只新的化妆产品研发，还要经过深度的测试考察，真经上的夹没无办法。不过，像雅强这种微型创业，除了要面对长时间的研发问题，其实还有一只更加现实的部分，是会影响到一下产品的稳定供货量哦。可能接到一个3000罐的单子，那我大概几天可以赶出这些量？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容量为主，像我们的煮化锅是200公斤的桶槽，所以有时候像3000瓶，假设它可能容量比较小的话，大概是100ml这样子好了。100ml那可能就是可能30公斤的部分。其实像我们机台其实会比较1个礼拜赶得出来吗？应该是说。我们就是去清洗机台的时间可能会比做料的时间还多，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说量大一点的话，当然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啊。机台当然是最好就是大量一次去充填，都不要去动到它，当然它就会很顺很快。哦。对，所以也是，当然有时候量的问题也是。所以要大量一点，机台不用休息，但是人不用休息。其实也就是所有微型创业都会遇到的问题，本身的产量太少咧，面对工厂大量化生产，成本就很难降低。再加上新产品的研发又要当长的时间，故所雅强想到先前公司讲要考试做到才提化，佢决定先来规划一下第7家屋下个人的企业发通，无听错做得老火龙果化妆品，打造出更加鲜明的品牌印象。我现在都会找那个跟地方比较特色可以做结合的，一起在地的地方办一些活动。我们如果计划案有通过，可能会在那个政府的网站上曝光，然后等于我们也有曝光，然后也有办到活动，就是得利，就是双方都得利。所以我就想说，透过我们自己种火龙果，又在二林扎根，所以我们就结合二林在地的一起办活动。碳发通要宣传，不过设计宣传的海报对雅强来讲又是一个太难题，因为宣传片的设计感没代表了品牌的构图。不过各属一行，不但是学化妆品的技，实在是懂烦恼。其实我也想了很久，然后我也自己画了很多草稿，觉得怎么放，应该要放什么比较好。我们真的不懂那些绘图软体，然后也没有办法像人家专业的那么快速的有概念，然后有办法操作那么快。其实我觉得这张图别人做可能只要花2个小时，但是我做了，大概2天吧，就是打草稿到真的去，排版，到真的碰到问题再去调的时候，大概花了2天。我觉得应该啦，但是我觉得过程很辛苦，因为我曾经就是想要截取其他的画面，但是不会截取，问了很多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办法马上回我，就是希望自己也可以，就是觉得我们其实是有东西可以让他们逛的，起码让人多让人家看到我们一点。看起来想要创业，很正经是样样才情都要有，不过就啲雅强小片嚟家下，很有一通天花，本期有潛在嘅心情，係家家對妝花起到蛻變，希望做啲把握有一本大家認識嘅好機會。
不是，我们是要找企划。计划它在里面啊。好。我是那个火龙果保养品的庄小姐。你好，你稍等一下，他楼下那个跟来宾 check 一些事情，你稍坐一下，我跟他讲。好。应该看不出来我很紧张吧？我今天来看录影，他们这个电视有抽产品，然后抽奖金，然后我想说跟他谈一下，就是看他们怎么合作方式，希望可以就是赞助产品，然后曝光，可以不要花到什么钱，开玩笑的啦。哎呀，不要犹豫太久。对，不要丢蓝色的哦，要丢其他颜色。我是雅琴，好，就是我们是种火龙果，然后主要就是以我们自己开了5支保养品。一瓶是多少钱？这瓶1680，然后这一盒680，然后这680、880、1080，就是我们定价。那我刚拿到，我第一个反应是，你的瓶包材就不值得1000块啦。我觉得消费者不买单，台湾消费者太精了。因为譬如说你写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产品的故事，但你的故事那是你的故事，观众无感。因为你要第一个行销这件事情就是在说故事，你现在的故事，你刚刚那是你的火龙果的故事，可那个故事不够打动人心。我觉得不是泼你冷水，是在于是你要去重新的思考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市场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简单。如果这么的简单，台湾市场不会如此。相信我卖太多保养品，我卖了几千种的保养品，所以保养品白牌没有什么不对，但你的白牌的特色是什么？但如果你要做这些东西，你的包材或是设计上你不能这样做，因为真的会有蛮严重的问题的。我必须很客观的跟你说，我相信东西都是好东西，每一个东西都没有了不起，但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包装得很了不起。理解我说的吗？所以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就是要有行销预算，比较不会包装任何东西，一定都得要去做行销，真的。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在包材上多花一点？我觉得你不是在一个包材上这么单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完全看不到一个 plan 在那边。我今天是个通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推这个东西，你理解我说的吗？那你这种东西就是去通路说好，我可以帮你啊，来你拿40，我拿60。你受得了吗？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自己要先想清楚的。本蛋想要大帮佬媒体合作来提升产品嘅形象，还有能见度。没想到体验嘅撒係市场动片式嘅考验，本亞強嘅心情就像對山洞檔跌落山啦。不過有陣時，一老式嘅花本然睇來真艱苦。不過對青島有夢想嘅創業者來講，就像雷公響嘅很想嚟記。就是对他，因为他的看的市场比较多，所以他也讲的比较血淋淋，不会像我们就是太理想化，对。但是我们就是因为理想化而去实现这个梦想。如果我们没有想到好的，就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但是我们走到这一步，才会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很多，所以才要去改进。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讲的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有一点资金挹注。对，他说我要打算花多少钱，每个东西都要有行销预算。对，说到白一点，就是大家赚钱都很辛苦这样子，所以就是要有一点钱做任何事情，比较会成功。有創業嘅條件雖然一定重要，不過想要成功嘅決心還較重要。亞強就是有決心嘅人，古時遇到很多唔順事，轉到狀況，佢還係當初前呢去準備本單就規劃好嘅體驗法通，因為佢相信堅持到清明，上網去做，老天公總係會揾佢機會。1、2、3，照一下，然後再放着。
好赞，哦，最欢喜耶哦，啊，两个欢喜哦，可是好玩，对，超好玩的，很有趣哈。来去看嘛嘞。热天就会结束咧，亚强自家办嘅火龙果 DIY 体验营总算正式开始咧。也要自己做到产品爱采体化嘅想法，有样系梦想成真。伊很强咧，伊阿个都系采体青年创业家，用下来做，希望睇一家上帮上听，每本人客有很加丰富嘅体验。是啊，你话哈，哎，这对 Q。台湾的天气对一起办的农夫很厉害，可以就漂亮，很不农药，没有农药，没有污染的东西，非常安全的，可以吃，可以做保养品。不要拿掉可以吃，对不对？这个红杉可以吃吗？对啊，这个剪掉，它可以做创意料理。这里，对，这个地方，要这个地方。对，这个是果皮，它可以吃。对，我们扒一颗来吃好不好？哇，这样才有那种 feeling 的。对，它水溶性膳食纤维很多，它就是跟那个喝水一样的概念。I like it organic, only 天然的。当要加火龙果包给大家吃，哦，啊，过来咧，有足多青年创业这个奇才人才伫遮，为即嘛一直到下晡拢会甲恁安排教恁做 DIY。那是因为添加人工果胶，或是另外额外添加苹果果胶、柑橘果胶，它会像果冻的口感。粉慢慢的加进去，因为你一次加太快的话，它会结块哦。那加去就边加就可以开始边做搅拌的动作哦。要补啊，要补充。哎，小心哦，小心。不要怕它天然的。好，大致上现在是这样子。如果有需要再。今天邀请来的主要就是我创业过程中的伙伴，他有做果酱、做手工皂，然后做坚果的创意料理的，我们一起规划这个活动。然后我希望可以以火龙果这个主题下去做发展。我一路走来啊，其实本来只是想要开一个保养品，然后结合所学，然后后面真的把保养品做出来，我觉得短期目标有达成。那我现在先试着把火龙果跟食品结合，那未来我希望可以把整个做一个体验馆，做一个火龙果的园区，开放给人家做 DIY 体验也好，采果体验，然后我们把我们每样商品都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 DIY， 做自己喜欢的口味。那我们因为二林在地啊，也没有人在做这一件事情，我希望可以结合在地的力量，把二林的火龙果再放大。然后我们经由我们这个体验馆啊，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火龙果在二林有多少。对火龙果化妆品到火龙果体验馆，虽然係千態嘅改變，不過創業唯一無變呢，就是要引起改變啊。不過亞強頭下馬創業嘅想法，就是希望讓中華二林有隻火龍果嘅產地，做得再個有新嘅成功。每本羅新北區嘅野外，唔是再個味道印地嘅家私販售咧，一點係絕對唔會變呢。也咩係佢創業呢條路，會更堅持嘅理念。